Hello， 各位朋友仔，大家好啊！嗱，咁啊，Tony 又同大家見面啦，係咪好快呢？咁啊，上一兩期咧就同大家講咗中山坦洲國際花城同埋裕豐名門呢兩個盤之後啦，咁啊後台咧亦都有好多朋友仔咧就催下 Tony 快啲更新啦，咁樣睇下坦洲仲有乜嘢樓盤係值得考慮嘅。咁 Tony 咧今日咧就重點嚟拆解下呢個樓盤啦，咁大家咧就要留意聽下啦，睇下呢個樓盤究竟堅唔堅啦。好啦，今期嘅焦點咧就係對準中山坦洲嘅中澳春城5期啦。喂，坦洲中澳春城你點睇啊？嗱，今日 Tony 咧就帶大家嚟到咗坦洲嘅中澳春城呢個項目嚇。咁究竟呢個項目生得係咩樣呢？我哋睇片啦。係啊，中澳春城啊，有唔少朋友問到㗎。嗱 ，Tony 咧就最憎報喜不報憂嘅，大家相信 Tony 今次咧一定係堅料嚇，冇花冇假。呢個盤嘅話咧，我哋亦都係做足功課㗎嚇，優點缺點咧就攤開出嚟講啦。務求咧係俾大家一個最真實、最客觀嘅一個講解嚇。咁啊喺影片開波之前咧，都係指定動作嚇。覺得 Tony 講啲嘢有參考價值嘅，或者係純屬係支持 Tony 繼續為大家捐窿捐罅、發掘筍盤同埋復位嘅，咁大家亦都係動一動自己嘅發財手，撳翻個 like 先，或者訂閱翻我哋呢個 channel 嚇。咁以後有新片咧，大家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㗎啦，咁就唔會錯過任何重要資訊㗎啦。多謝晒各位朋友仔嚇。好啦，都係老土規矩嚇，先讚後彈。咁啊，首先問大家個問題先。咁大家買樓第一件事，知唔知要睇啲咩啊？我嚟答啦嚇，冇錯啦，肯定係發展商嘅實力啦。咁尤其係第一次返大陸買樓嘅朋友仔啊，最驚就係咩呢？發展商走佬啊嘛，或者係爛尾啊嘛。咁大家話係咪先？咁呢一點嘅話呢，中澳春城呢就比較穩陣啦。中澳集團嘅話呢，佢唔係嗰啲搭埋心水一陣走佬嘅嗰啲新公司嚇，更加唔似嗰啲咩新力啊、方直啊呢啲等等，諗住一波走佬嘅嗰啲地產商啊。中澳嘅話呢，佢係喺中山、珠海已經深耕細作咗足23個年頭㗎啦。咁亦都可以話係本地嘅龍頭企業之一嚇。咁佢哋都發展過好多樓盤啦嚇，好似中澳新城啦、中澳世紀城啦、中澳濱河灣啦呢啲大樓盤嘅。咁服務咧係超過2萬戶業主嘅。咁而小弟 Tony 咧，亦都係有幸俾中澳服務過㗎嚇。係啊，我曾經都係南區中澳濱河灣嘅業主嚟㗎。咁啊，不過咧就市道好嘅時候咧，我就走得快好世界啦。咁咧亦都係執咗少少嘅。好啦，咁啊言歸正傳啦嚇。咁發展商咧亦都有咁多年嘅開發經驗啦，口碑都係一步一個腳印去積攢翻嚟嘅。發展商有咁嘅背景，起碼你買樓都唔使話擔心晚晚間屋變咗空中樓閣啊嘛。可靠性同埋穩健性呢方面咧，都係值得俾翻個拉佢嘅。咁啊，第二個優點啦，中澳春城咧，佢個位置咧係喺坦洲嘅環市南路嘅嚇。咁佢嘅好處係咩咧？就係旺中帶靜啦。咁啊，一方面咧，佢同優越香格里呢啲樓盤咧係唔同嘅。咁佢唔係話喺最嘈雜嘅優越城百貨隔離左右啦嚇。咁中澳春城咧可以享受翻一份寧靜之餘咧，亦都係可以喺一定嘅射程內享受翻周邊嘅一啲配套噶嘛，都算係幾方便㗎。咁啱晒想放鬆下嘅朋友仔啦，係嘛？咁而另外一方面咧，佢亦都唔係話嗰啲山卡拉嘅樓盤嚟㗎嚇。咁行翻出去門口咧，社區嘅一啲商鋪咧，咁基本上係有齊生活配套㗎啦。咁第三個優點咧，就係呢個絕對係重中之重嚟㗎啦嚇。我知道有好多朋友仔最關心嘅就係返香港方唔方便啦。咁而中澳春城喺呢一方面咧，真係落足功夫啊嚇。香港直通巴呢個咧真係殺手鐧嚟㗎。咁佢有直通巴士往返香港市區，業主亦都係可以享受票價嘅優惠啦。單程90蚊嘅咋嚇。咁喺屋企樓下咧就可以上車，都係嗰句話啦嚇。捧一杯咖啡出發啱好嘅溫度，由香港回歸中澳家。咁啊，仲有奇關巴士方面啊嚇，社區門口咧就有奇關巴士站嚇，每15分鐘咧就一班車，駁腳去翻拱北關口或者去到珠海其他地方咧，咁其實亦都係好方便㗎嚇。啱晒中意去澳門駁一駁單車變摩托嘅朋友仔嚇，仲有深圳直通巴士都有埋啊。The next station is 深圳，你收得了嗎？樓盤嘅話咧，基本上無論你係要翻香港定係去澳門，還是落深圳，佢嘅交通網絡咧都係四通八達㗎，無縫連接㗎嚇。咁呢點嘅話咧，對於經常要往返嘅朋友嚟講咧，都係幾爽㗎。唔知大家又想唔想爽下呢？好啦，咁啊優點4啦嚇，一個80萬平方嘅大型社區啦。如果話配套跟唔上，咁就冇癮啦。咁中澳春城發展咗咁多年，社區本身就已經係非常之成熟㗎啦。生活購物方面咧，咁亦都係好方便㗎嚇。咁佢有
自己嘅一個商業街啦，樓下就有一啲超市仔啦、便利店啦、食肆啦，行幾步路周邊亦都有大型嘅購物中心啦、優越城百貨啊，打關鬥就到㗎啦嚇。附近街市、銀行等等都係有齊晒啦。香港朋友仔最熟悉嘅錢大媽啦，亦都喺附近有賣啊。基本上柴米油鹽醬醋茶，日常生活所需喺周邊其實係一站式可以搞得掂㗎啦，唔使話下下咧揸車出行啊嘛，亦都係慳翻唔少時間同埋腳骨力㗎嚇。咁休閒設施方面咧，咁佢嘅園林咧，據聞係用咗好多心機㗎嚇，打造咗足足有成10萬平方嘅東南亞風情園林嚇，仲有大型游泳池係1300方㗎，兒童遊樂園啦，咁啊籃球場啦、羽毛球場啦，2公里嘅彩虹跑道，仲有一個會所，雖然喺度整緊。咁住喺度咧，放假落樓下活動下，大人細路都有嘢玩，你話正唔正先？好啦，咁啊優點5啊，密度低社區，住落去舒服開揚。香港地插針樓就見得多啦，返到大陸梗係想住得舒服啲啦。中澳春城個容積率咧係2.5啊，喺中山嚟講都算係一個密度比較低嘅樓盤啊，唔會樓望樓咁逼夾啊，樓間距夠晒闊落，採光通風，自然就會好㗎啦。咁私密性咧，亦都係會比較高啲嘅喎。個人感覺成個社區感覺比較開揚舒服嚇。咁啊優點6啦，5期新貨戶型選擇亦都係比較多嚇，啱晒唔同家庭嚇。今次我哋重點嚟講解下佢嘅5期新單位嚇。咁佢嘅定位咧就係有溫度的房子啊。咁啊專門咧係為港澳朋友咧係優化過嘅。中澳戶型咧有一個最大嘅優勢啦，就係除咗常規嘅室內露台之外啦，房間飄窗贈送面積嗰啲之外啦，基本上每個主露台咧都有60cm 深嘅全贈送露台花池面積啊，咁所以咧佢嘅露台咧係比起其他樓盤咧係要更加深㗎。咁而在售方面咧，主力係賣緊40、41、44棟嚇，咁啊特別要讚嘅係40同埋41棟嚇，佢哋係2梯4伙嘅一個板樓設計嚇。嗱，板樓有咩好咧？就係可以做到南北通透，空氣對流好啊。咁啊熱天嘅時候都涼爽啲啊嘛。呢個咧喺南方嚟講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嚇。咁而44棟咧係2梯5伙㗎，戶型選擇多樣啊。咁啊面積方面咧係由81平方到118平方都有啊，由大2房到闊落4房。基本上都可以滿足唔同家庭嘅一個需求啊！81平方南向大2房，雖然係2房，但係空間咧都幾闊落嚇，同埋佈局咧亦都係好方正嚇，啱晒2人世嘅或者係單身人士嚇。咁89平方咧就小3房啦。呢個小3房設計咧，部分單位咧仲可以望到條河㗎，雖然係北向望河景嚇，空間利用率都係幾高㗎。咁啊104房咧就南向3房啦。呢個咧係好多家庭客嘅一個心水單位嚟㗎嚇，純南向採光1樓3房2廳2衛，佈局合理，啱晒一家幾口嘅家庭嚇。咁啊118平方嘅南北通4房啦，呢個嘅話咧係最大嘅戶型設計嚇，真正係可以做到南北對流嘅嚇。4間房咧亦都唔細喎，而且主人房仲帶埋洗手間俾你，一家幾口或者係3代同堂，問題都唔大啦，係嘛？咁交樓選擇方面咧都係比較靈活嘅嚇。你如果想快啲入住嘅，佢有毛坯現樓，即係40棟俾你揀啊，即買即可以自己裝修，可以根據自己嘅 DIY 去做裝修設計啊。唔想煩裝修嘅，咁佢亦都有帶裝修嘅單位俾你揀啊。41同埋44棟咧，預計係2025年年底交樓啊，到時執翻啲軟裝就可以入住噶啦。要求唔高嘅話咧，真係慳翻唔少心力同埋時間㗎嚇。哇！嗱，優點咧就講咗一大輪啦，係咪聽到都覺得好唔錯咧？咁啊，最近留意緊中澳嘅朋友仔係咪好想即刻博取啊？嗱，咪住先嚇，冷靜啲。Tony 仔嘅宗旨係咩啊？就係客觀全面。買樓咁大件事嘅話咧，唔係淨係聽好嘅嘢㗎嘛。雖然中澳春城整體質素係唔錯，但係依然咧有啲地方係需要大家留意翻嘅。我哋都要老老實實同大家講清講楚嘅，大家起碼都有個心理準備啊嘛。嗱，咁啊，首先第一個缺點係咩咧？呢個咧亦都係要坦白講嘅。雖然屋苑內部咧環境打造得幾靚啦，但係項目嘅西邊或者係南邊咧，嗰邊咧係有一啲舊嘅工業廠房啦，同埋當地嘅一啲村民嘅自建樓啦。咁整體嚟講，成個城市面貌嘅感官咧就肯定冇咁靚仔同埋高大上㗎啦。呢點咧就要睇下你可唔可以接受到嘅嘢啦。咁啊，缺點2咧，項目正門口環市南路咧，呢一條其實係坦洲嘅主幹道之一嚇。咁啊，車流量咧
咁其實都係幾大嘅，尤其是係喺繁忙時段，貨車、巴士、私家車出入，咁靠近馬路嘅嗰啲單位，尤其係比較低樓層嘅嗰啲單位啦，咁就冇辦法避免啦，亦都係會受到噪音同埋汽車尾氣同埋粉塵嘅影響啦。雖然話閂埋窗可以隔絕大部分，但係如果你對聲音特別敏感，或者中意長時間開窗通風嘅朋友仔嚟講，咁揀樓嘅時候咧就要特別留意單位嘅坐向同埋樓層啦。咁盡量去揀翻遠離馬路或者係嗰啲高層單位可能會好啲。不過咧，而家在售嘅單位似乎影響就唔係好大啦。好啦，咁啊第三個啦，呢個亦都係坦洲或者係其他發展中區域嘅一啲普遍現象啦。隨住入住人口嘅一個增多啦嚇，車自然就會多咗噶啦。咁啊加上有時市政工程整路啊等等呢啲咁嘅因素啦，上落班高峰期塞車嘅情況咧都幾常見㗎嚇。雖然頭先大力咁樣讚過佢嘅直通巴士係好方便嘅，但係咧你係習慣咗自己揸車出行嘅話咧，咁喺高峰時段就要預少少時間喺度啦，費事遲到失預算啊嘛。咁啊 Tony 嘅話咧喺度亦都係希望將來嘅交通基建咧可以再完善啲啦，呢個情況亦都係會有改善啦。咁啊最後總結時間啦，咁啊中澳春城嘅5期啦，而家嘅特價房源咧係104平方嘅3房單位，賣緊咧係120萬到135萬左右㗎嚇。睇樓層睇樓棟嚇，咁整體嚟講嘅話咧，我覺得呢個項目優點方面咧，發展商穩健可靠啦，買得放心啦，社區規模大啦，內部配套係非常完善嘅，咁啊環境靚啦，居住舒適度高啦，另外交通方面亦都係一個好大嘅亮點啦，尤其係直通巴嚇，返香港亦都係易過借火啦嚇，咁啊喺戶型選擇方面咧，亦都係比較多嘅，有毛坯嘅現樓同埋有精裝修嘅期樓啦，咁啊風險遊人，密度低，住得開揚，住得舒服，我認為呢個盤咧都係一個唔錯嘅樓盤嚟㗎嚇。咁啊缺點方面咧，咁啊周邊有一啲舊廠房啦，同埋一啲自建房啦，環境感官咧係需要有待提升嘅。咁啊臨近主幹道啦，可能亦都會有一啲噪音同埋粉塵嘅問題啦。高峰期交通咧可能就會比較擁擠啦嚇。咁 Tony 咧認為呢個盤係啱啲咩朋友咧 ？Tony 認為特別係適合需要經常往返香港同埋中山同埋珠海嘅朋友仔啦。咁交通便利性咧，亦都係你首選嘅話，咁呢個盤就適合你啦。咁好啦，咁第二個嘅話咧，重視社區環境同埋配套嘅家庭客啦嚇，希望落樓下有公園啦、有泳池啦、有學校啦、有超市啦，生活便利嘅朋友仔嚇。咁對居住空間同埋舒適度咧係有要求嘅朋友仔，唔想住得太逼，中意低密度嘅開揚環境嘅朋友仔咧，呢個盤都係適合嘅。咁對於生活成本比較敏感嘅朋友，因為坦洲相對香港或者係深圳或者係珠海市中心，生活成本同埋樓價咧都仲係比較貼地嘅。咁中澳春城咧，亦都係唔錯一個樓盤嚟㗎嚇。咁如果聽完 Tony 咁樣講解咧，你對中澳春城5期有興趣，想了解更加之多關於唔同戶型、唔同間隔嘅一個詳細情況，同埋最新嘅一個優惠政策，以及準確嘅價格嘅話咧，甚至想約個時間親身過嚟坦洲呢邊感受下社區嘅環境嘅話，唔好等啦，即刻喺下邊評論區留言話我知嚇，或者更加直接嘅方法咧就係攞起部手機 WhatsApp 掃一掃上面嘅 QR code 嚇，咁咧就可以即刻聯絡翻我哋專業嘅團隊㗎啦。咁如果大家有啲咩疑問嘅話咧，咁亦都係可以同我哋呢邊諮詢翻㗎嚇，我哋會提供一個最詳盡嘅解答，提供1對1嘅服務俾到大家㗎嚇。咁記住啦，買樓咧係人生大事，一定要做足功課，問清問楚。Tony 團隊嘅話咧喺度隨時準備為大家服務嚇。好啦，今期嘅視頻嘅話咧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咁啊多謝各位嘅時間啦，我係 Tony， 一個講真話而且有溫度嘅地產佬啊。希望今期內容咧係可以幫到大家嘅。好啦，咁啊視頻最後咧，大家記得撳翻個 like 或者 share 翻出去，同埋訂閱翻我哋啊。咁我哋下一期見，拜拜。